那这首歌的歌词，就是在座前面知道。人类心是电，无尽的茫然，一言千行的一世生死，开始和结束究竟谁能清楚？每一步都是，就是因为不清楚，所以走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无助的。那我们要度的人，我们的孩子，其实就是这一生走的每一步，如果没有人牵引，没有人告诉教育，他们都是茫然的无助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开始到结束，那条路应该怎么走？也许有些人有人告诉他，这个其实一样的。人生走的这个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算我们跟他讲，他其实也不会那么快。人世间就是一个没有证，没有一个地图，走不出来那真正的出路在哪里？如果没有告诉他，他们真的会走得很茫然。好，我想来这边也跟各位讨论，跟你讲，到底这样的人世间要经过什么样的思维？那个思维就像个地图，让你在古拙的世界里面，这个迷魂阵里面不至于迷失，不至于绕来绕去。那条出路是要人告诉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条出路，只怕听到你听了20-30年甚至10年的人，依然没有这条出路的答案。我们都以为我们求得到，我们也都在修办道理，但我们真的踏在这条修办的出路上，还是我们都只是像第一象限的人，我要付出这些时间，但是我依然找不到答案。有没有可能？这是有可能啊。所以，其实有人修办很多人还是用